大家好，呢度係 Physics.City。今日我哋就研究呢題。呢題就話有個 heater 試圖溶解一嚿固體，咁佢就話佢將成個溶解過程嗰嚿固體嘅溫度畫成一個圖。咁如果今次換咗一個 power 大啲嘅 heater， 雙倍 power 嘅話，呢個溫度時間圖會變成點樣呢？咁如果你本身依刻係識得睇依類圖嘅話呢，其實你就即刻睇到答案噶啦。咁我就簡單講下，記住兩種情形唔會同時發生，形態改變同溫度改變呢，某一刻只會其中一樣出現嘅啫。譬如喺呢一節溫度升高緊嘅咯，即係個形態冇改變。第二節溫度冇改變，即係話嚿固體呢逐啲變成液體，直到最後當變晒做液體之後呢，就會遇到第三節啦。啲液體如果繼續受到加熱嘅話，溫度會繼續升高嘅。咁因為之前我哋已經講過 latent heat 潛熱，所以我哋睇中間嗰節先。latent heat 就係個 heater 究竟需要俾幾多能量嗰嚿100%嘅固體，令佢變成100%嘅液體呢？但係比較兩樣物體，如果淨係講個 latent heat 溶解難度呢，其實就冇大意義嘅。之前講過啦，正如果問鑽石值錢啲定係棉花值錢啲，但係竟然冇講個份量嘅話呢，其實就冇特別意思嘅。如果有極少嘅鑽石同埋極多棉花嘅話呢，棉花係會值錢啲嘅。同樣原理，如果我哋比較兩樣物質佢哋嘅溶解難度 latent heat 嘅話呢，一定要講每公斤嘅 latent heat 就係所謂嘅 specific latent heat 比潛熱，而唔係純粹潛熱。好啦，咁如果記得呢樣嘢嘅話呢，你就自然記得條式。條式就係能量，即係傳送入去嘅 heat 啦 Q， 然後每公斤，所以就乘以1/m， 可以睇成咁。而我哋將條式調一調嘅話呢，就會變成 Q 等於 ml 啦。咁寫之後呢，可以有另一種講法嘅。究竟溶解依嚿固體需要幾多能量啊？受兩個因素影響，就係第一個 m， 究竟個固體嘅 mass 有幾大？第二就係 L 啦。L 呢就代表緊邊樣物料， L 就同個份量冇關嘅，因為份量我哋已經獨立考慮落個 M 嗰度。好啦，咁喺依題嚟講，究竟個潛熱 Q 有冇改變呢？嚿固體唔變嘅，個 mass 就唔會變。第二呢， L 就代表緊唔同嘅物料，咁因為同一個固體 L 本身唔會變嘅，所以依題就算你更改個 heater 都好啦，總體嗰個固體要由 100% 嘅固態變成 100% 嘅液態嘅話呢，所需要嘅總能量 Q 係冇改變到嘅。好啦，咁如果你知道 Q 冇改變啊，個 power 又增加咗變成2倍，即係話所需要嘅時間只係一半嘅啫。咁你淨係知道呢句呢，都知道答案係 boy 或者 E。咁利用 latent heat 嘅理論改變少少呢，就可以令你理解到 specific heat capacity， 即係話而家就考慮另外斜嗰兩節啦。咁咩叫 heat capacity 呢？就係熱容量，究竟一個物體可以儲到幾多熱？咁調翻轉嚟講，一樣物體如果個 heat capacity 好大，可以儲到好多熱嘅話，即係話你好難先至升高到佢1度。換句話講，你每升高1度所需要俾嘅能量呢，就為之 heat capacity 啦。咁如果你知道呢個意思嘅話，自然記得條式噶啦，就係呢，升高1度所需要嘅能量，所以就係能量除以 delta T。
咁但係仲有第二個問題嘅喎。如果今次想比較兩樣物料嘅 heat capacity， 同我啱啱話究竟鑽石值錢啲定棉花值錢啲一樣，個問題係冇意義嘅，除非我哋講明鑽石同棉花各自都係1公斤。同樣原理，我哋要比較兩樣嘢嘅熱容量，我哋要講每公斤嘅版本，即係 specific heat capacity， 唔係熱容，而係比熱容。因為我哋知道呢個意思呢，咁就即刻又背到條式啦。比熱容係每公斤嘅熱容啊嘛，即係個熱容量大階絲乘以1/m， 咁就係細階絲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又調翻轉嚟寫咯。E 等於 mc delta T， 即係話呢個 solid 究竟加熱佢需要幾多能量呢？有3個因素嘅。第一個因素 M 究竟有幾多份量？第二個因素 C 係代表緊每樣物料加熱嘅難度。咁記住細階絲呢，淨係同物料究竟你揀邊樣物料有關嘅。而 delta T 啦，即係究竟你想升高幾多度？咁你睇依題嚟講第一節啦，究竟呢3個因素有冇改變呢？